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124篇，创世纪49章29节到50章14节，哥林多后书第10章12节到18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夸口。现在是农历的7月，基督徒都知道这是鬼月，因此许多人就会举办一些音乐会，称为平安7月庆。除了想要借此传福音，更是要借此表明我们的信仰，以及我们所依靠上帝是胜过这些鬼神的。以前牧师在当兵的时候呢，有一位住在营区附近社区的阿兵哥来找我，他说：副排长啊，可不可以让谁来请放假因为我们家办流水席请客，人如果太少呢，就没有面子。我在想，这样的民间宗教信仰，除了怕鬼，还要在意并追求面子的问题。桌数多，客人多，他们就可以在邻居的面前很骄傲的炫耀。另外呢，在小时候经常听人家说我听你在吹牛意思就是说某个人很喜欢吹牛台湾话说这种人喜欢打球就是很炫耀的意思，炫耀自己。基督徒要思考的是，我们的信仰生命是否是那种炫耀自己的生命，或者是我们要选择荣耀上帝。创世纪49章29节到50章的14节记载了雅各这样安葬的过程。比较值得我们注意深思的一件事情是，在当时候迦南地区的人看见了，却说这是埃及人一场盛大的葬礼。这一群人是埃及人吗？还是以色列人呢？雅各吩咐了他的儿子：我快要死了，要到列祖那里去，你们要把我跟祖先埋在一起。在赫人以弗伦田间的一个洞里面，这个洞在迦南，在曼利东边的麦比拉，是亚伯拉罕向赫人以弗伦所买下的，作为坟地的。亚伯拉罕和他的妻子撒拉葬在那里，以撒和他的妻子利百加也葬在那里，我也把利亚葬在那里。这块土地和洞穴是从赫人买过来的，你们要把我葬在那里。雅各交代他的儿子们这些话之后，就躺下气断而死。50章第1节，约瑟伏在父亲身上哀哭，亲吻他，然后约瑟吩咐医生用药物保存父亲的尸体，医生就照办了。他们按照规定用40天之间来完成这个防腐的工作。埃及人为他举哀70天，过了哀悼的期间，约瑟对王的臣仆说：请你把下面的话禀告王，我父亲临终的时候要我发誓，把他归葬迦南他为自己准备的坟里，所以求你准我去埋葬我父亲，办完事我就回来。王回答：你去吧，照你所发的誓去葬你的父亲。于是约瑟就去埋葬父亲。王的臣仆、宫廷的长官和埃及的显要都陪约瑟去。约瑟全家、他的兄弟们以及他父亲的眷属也都跟他一起去，只有他们的小孩子们和牛羊留在歌珊地区。跟他一道去的还有车辆、骑兵，整个行列浩浩荡荡。他们来到约旦河东岸的亚达河场，在那里嚎啕大哭一阵。约瑟为他的父亲举哀7天。
迦南人看见这一大群人在亚达河场哀悼，就说埃及人的哀悼是多么的严肃啊！因此这一个地方叫做亚伯麦西。雅各的儿子们遵照父亲的吩咐，把他的尸体运到了迦南，葬在曼利东边的麦比拉洞里。这洞是亚伯拉罕从赫人以弗伦买过来做坟地的田间。约瑟埋葬父亲之后，就跟兄弟们和所有的参加葬礼的人回埃及去了。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到底我们的行为让人家看起来我们是怎么样的一个人呢？我们到底是在荣耀上帝的名吗？保罗劝勉哥林多教会的基督徒不要跟那些爱自夸、炫耀自己的人相比，因为他们总是喜欢互相比较。保罗说这些行为是没有智慧的。哥林多后书第10章12节到18节，保罗这样子的提到我们当然不敢跟那一些自命不凡的人同列或是相比，他们实在是糊涂，拿自己的尺度衡量自己，自己跟自己比较。至于我们的夸口不会超过限度，是在上帝划定给我们的范围内，这范围也包括在你们当中的工作。既然你们是在这范围之内，我们就把基督的福音传给了你们，就不算越过了界限。对于在我们范围之外别人做完的工作，我们不敢夸口。我们只希望你们的信心增长，使我们能够在上帝所划定的范围内继续的扩展在你们中间的工作。这样我们就可以把福音传到你们以外其他的地区，而不以他人的原地所成就的工作夸口。正如圣经所说，谁要夸口，就应该夸耀主的作为，因为真正值得称赞的是主所称赞的人，而不是自吹自擂的人。基督徒所要夸口的绝对不是自己或是别人的成就，而是透过我们的软弱，透过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生命去展现，然后来夸耀上帝。诗篇124篇，以色列啊，你说吧，要不是上主帮助我们，会怎样呢？要不是上主帮助我们，那么仇敌攻击我们，向我们发烈怒的时候，早已活生生的把我们吞下去了。洪水早已卷走了我们，浪涛早已淹没了我们，激流也早已把我们冲走了。我们要感谢上主，因为他没有让仇敌毁灭我们。我们像鸟儿挣脱猎人的罗网，罗网破裂，我们得到了自由。我们的帮助是从上主而来，他是创造天地的主。求主帮助我们学习谦卑，并重视我们的生活，使人因为我们的生命行为来看见上帝，来使上帝的名得荣耀。我们这样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们。